Shalom 平安隆重用thị姊妹們我哋使呢個新教用嘅邊界嘅拉嘅邊界嘅門樓呢啲度，呢個門樓到冇門入隆重人可以過上過下，出入啊，亦讓有自家嘅木卡嘅門就要門入，係個唔相識嘅人，自家跟係唔撳嘅落，自家突然間嘅人看到，自家唔識，係自家識嘅人朋友家嚟簽了，親戚嚟簽了，自家打開嚟本件落起嚟，落木卡度錯了攤法啊，亦讓自家嘅心門。自家係講快生死，叫煩惱嘅東西，唔好嘅生死，自家跟係冇嘅落心中，隆重好嘅自家打開自家嘅心門，半件落嚇，熱騰福音有人講，係啟示錄3:27有講到，看耶穌講，我啟示門閉門學門，係嚟沙騰到亞生，我打開呢個門，我落到嘅嘅。門木卡度隔結強牙舌，咪意思นะ？耶穌啟示自家嘅門閉嘅心門地，確自家嘅心門，係嚟實打開自家嘅心門，本耶穌落去，耶穌達到自家達到耶穌隔一強牙舌，意思嚟講咩呢？意思是耶穌隔一同齊，落2023年5時間，係講自家打開自家嘅心門，自家隔耶穌強下，耶穌門嘅舌平安，耶穌門嘅舌正負，耶穌門嘅舌快樂喜歡，馬嘅隆重好嘅，佢本自家説，因為佢落到自家心中度，自家打開自家心門嘅落到，大家強下家同齊，嘛今日2023年自家熱量嘅自家表現，自家嚟落自家5時間，因為耶穌現在自家係得勝嘅路啊！但係呢，因為喺約翰福音8:12節有講到，耶穌講：我就係世界嘅光，係嚟撒天愛，佢唔係行在暗路。và đi hàng xây công lúa từ hàng yêu sang lúa hàng gì xí lại còn từ hàng xây sang lúa công lúa 2023年自家強耶穌來個心中度呢啲佢現大家係公路或者要得勝嘅路要平安嘅路要快樂嘅路要得福嘅路隆重好嘅路佢本自家達也因為耶穌世界嘅光，佢落喺個心中度，佢光向大家行，自家唔係同路，自家唔係行出暗路，唔係冷道路去行，熱片自家係特勝嘅路。我禱告俾隆重兄弟姊妹們，係講你2023年你只有被驚，被只有笑，被只有擔心。我講他唔好帶落2023年，讓佢打開一心門嚟，向耶穌落一心門。佢嚟向大家行，佢係光，佢向大家係光路，係得勝嘅路。所以耶穌基督嘅名嘅禱告，我感恩隆重得到上帝最好嘅福氣。哈利路亞，阿門。